好，大家平安，老师平安，平安。食饱未？你敢食饱啊？食饱啊？有啊有啊，我今仔食较早，今仔活动较济，来老师哦，咱即个图吼，大家敢看有？观众朋友有人看有无？即个是啥物动物？安尼，甲会晓看觅公布答案吼。好，老师今仔日要文清，我问你吼，你顶个月底吼，你应该是用美国人啦吼，你西方人吼，这是过一个节吼，唔是即个种万圣节哦吼，是一个叫做感恩节。感恩节对，感恩节爱食迄个什物鸡？火鸡，迄是感恩节为什么食火鸡？因为火鸡较大只，较好分，逐个人分较有，规家伙仔分，是安尼吗？美国的感恩节吼，因是咧纪念因当时5月花即个船来到美国阵吼，因一寡食物上的欠缺，所以因去受到因当地人讲印第安人的帮忙吼帮助，所以因为着要纪念这因当时来到即个美国时阵，因有一寡欠缺，当地人互因一寡帮赞，因为着要纪念即件代志，所以因有一个感恩节即火鸡的即个动物的那种大餐啦吼。哦。你敢知你一个月吼有一个啥物节？嘿，即个月有圣诞节，全世界拢知影着嘛？迄个你即个感恩节想着火鸡嘛吼。你圣诞节你会想啥物？圣诞节想着麋鹿。是麋鹿吼，是麋鹿。后壁即个啦，咱今仔后壁这。有人讲吼，因为圣诞节想圣诞老公公啦，会经常咧讲嘛吼。系啊，但是我伫我诶想法内面，我都爱想着台湾讲后壁这啦吼，即个物件，即个是羊啊，梗是，这叫做叫做啥绵羊哦，台语咩讲？绵羊。绵羊。这伫圣经内面讲就讲吼，上帝将绵羊甲山羊分开嘛吼，绵羊。你看这食啥物？即个是山羊对无？咱诶标迄个啥物？招牌封面是。敢是山羊我毋知影啦，但是只羊足水诶，只羊非常水吼。对啊，就是即只。即只山羊。伊会夹去互勾咧对无？勾着手机吼。起吼，伊夹起互即个手机甜掉诶啦吼。甜掉诶，甜掉诶。是，即个羊仔嘛足水诶吼。为虾米圣诞节会想着羊仔？咱想诶无人讲着这呢？吼，有想着骆驼啦，因为有三博士啊，伊会骑骆驼无？有东方诶博士吼，骑着骆驼啦吼。对，但是嘿，咱今仔要来看为虾米会想着羊仔？吼，因为这些上帝诶羊羔啦吼。我伫前几工会甲教会兄弟姊妹讲到即个一寡圣经节诶问题，我在想即阵吼，咱拢会讲到有啥物件会表示啥物啥物？我想即只羊羔是啥物？我都在想咧讲创世纪有讲到羊羔，伫即个搬过节有讲到羊仔。当你看到即个信仰吼，约翰福音遮都讲到羊仔，所以我就讲，上帝羊羔应该甲圣诞节有关系哦吼。咱来看遮吼，约翰福音1章29就讲吼，隔日约翰看见耶稣就问伊，就讲：你看，上帝的羊羔就是担当世间的罪的吼，即个。为什么这羊羔是咧担当世间的罪啦？咱再继续看吼，伫即个约翰福音1章35至37安尼讲啦吼。过隔日，约翰甲伊2个学生得徛，看见耶稣得行，就讲：你看，上帝的羊羔。吼，遮所讲的即个约翰啦吼，伊是咧讲到行生的约翰，咱正常讲到一个行生的约翰，即个约翰吼。是，所以伊看到耶稣，就讲，你看，这是上帝羊羔。
啊，为什么伊讲是上呢？因为我都想多些，所以咱来看后一页吼，后一页。行老即段经文是迄个施洗约翰就讲行洗约翰所讲一句话吼，伊有将以赛亚有关受苦福音的产物相连结。吼，伊是伊讲即句话是为倒来？是为以赛亚53章7来个。伊讲吼，伊受压迫，拄着艰苦，抑久无开喙，伊亲像羊仔牵到受害的地，搁亲像羊仔伫剪门的人的面前无出声，伊也安尼无开喙。是。为什么羊仔叫人牵去要刣拢袂出声？因为伊毋知影要互刣啊。毋知要刣啊！你捌去看过迄种？阮伫台湾有一个所在叫做亲近农场。啊，我捌去看吼，啊，顶个是做个羊啊，啊，一个叫做迄个叫绵羊脱衣秀。嘿，对，啊，就是哦，羊仔伊问啊，撸，我看光安尼吼。啊，是真是有甲伊绑起来。无会绑起来。无绑起来嘛吼。用人会夹条安尼啊，啊，所以伊真正袂拍喷呢。因为伊做热的啊，伊想要较紧加加。有可能，但是亲近农场做袂热好，迄做凉爽的所在啦吼。啊，有可能伊穿着羊毛衣吼，上热的款吼。咱来看一下。所以伊就是其实讲着无出声安尼。所以即个羊羔是啥物？献祭动物，伫旧约啊吼，伫旧约拢用羊啊吼。对，迄个我想着吼，迄羊羔伫旧约时伊是种摕来献祭，互上帝的动物，这变讲一寡祭祀啦吼。啊，我头讲吼，伊离剪门人会将迄个剪门是嘛非常的乖，庙袂走。所以伊有温柔顺坦甲瓦克的一个记号伫身躯顶。想着哦，即个绵羊伊有可能哦足温柔的，要掠来互伊剪门，乖个你剪。啊，你要掠伊刣，伊嘛有去刣哦，吼。啊，但是羊仔吼，伊倒有一点，伊就是伊足瓦克，尤其是绵羊吼，伊足瓦克雇佣的人，瓦克伊带伊倒，伊就去倒。是。而且，咱先要来问一个问题哦，爱互大家听一下，对无？咱旧约内面，你有听过羊羔的故事无？大概咱先写。你有捌想过羊仔的故事无？羊仔的故事伫旧约内面啊，有啥物所在讲到羊仔的，请大家当写一个吼。啊，咱个转来讲即个，拄则老师讲的吼，瓦克迄个雇羊的人对无？伊也叫伊去缀就去缀，啊，听讲因头前吼，就是迄羊仔行头前诶，行后壁诶人拢会对头前迄只羊仔走，就是迄只羊仔来跳，后壁迄只来跳，对无？雇羊诶人行头前，啊后壁就对一只，啊一只对一只对一只，啊就是，所以咱先讲吼，你捌看过用迄个狗遐无？狗遐？狗遐，有啊。狗遐伊咧行拢足侪，啊，但是拢行一个方向，啊无就是回头行，但是拢行共款一条路。啊，因为咱到处捌看过迄种狗遐，就是捌看，羊仔嘛是安尼，头前一只咧行，后壁拢全部对咧行。羊仔嘛是对咧行吼，所以但是吼，倒一点吼，即个绵羊吼特别乖，啊，所以讲有一种豺狼吼，就是讲野人要食的时阵吼，伊会走袂？会走袂？应该会走吧？敢会？你想讲伊敢会走？伊会走袂紧啊，走袂赴。走袂赴啊！啊，所以伊爱靠即个雇羊的人吼，赶互迄狼赶走，后边赶走，对啊，所以伊一定爱挖靠即个雇羊的人会照顾。即阵无人讲诶，可能拢去食饭诶款。可能。公布答案咯，嘿。就是咱咧讲到即个对无？这几集有讲过吼，林老师。即个前一回用咧林老师吼讲着讲一个人叫做伯拉罕是上帝祝福的朋友啊，
上帝是伊的朋友，伊嘛是上帝的朋友嘛，吼。伊有讲到一个，伊伫多年来时拢无囝，迄个上帝有，伊讲我要互属一个囝，但有无？有囝无？有哦，做老的是100岁。嘿，伊讲伊讲要一个囝时，好像是伊85岁时阵，但是互伊囝时是10当后代志，10当后代志吼。但是10当后了，囝大时伊发现一件代志，就是讲吼，阿伯拉罕上帝讲阿伯拉罕啊，你吼爱将你的囝献互我，你看伊敢会献互伊？会啊，伊是好朋友。如果是我啦吼，我信心无足，我袂啦，我一家一个囝，我哪可能互伊献互上帝？但是吼，伊上帝阿伯讲伊真做是伊相信上帝吼。所以当然有经过足侪代志，就因相信上帝讲你将你囝献互我，伊真正要互伊的囝以撒献互上帝哦。吼，咱看吼，阿伯拉罕也捌看见后边有一只羊羔，角甜伫规棵下树啊。阿伯拉罕就掠迄只羊羔来献做烧祭，来替伊的囝吼。最主要是因为伊要将伊的囝献互上帝，了伊家己倒要互伊的囝杀的时阵，因为天有一个写讲阿伯拉罕，我知影你，安尼我知影你是听我，你是听我的话，你是真要将你囝，但是你袂使你这个囡仔下手，所以伊倒个台阵看伊后壁一只羊角甜伫即个树仔顶悬，伊就掠一只羊来做烧祭，献互上帝。所以即只羊就代替伊的囝以撒来献互上帝，敢是？所以即羊是一个代替的物件，来帮以撒来死，对吧？对。所以我在想哦，伫圣经内面看到即只羊来为着以撒伊即个囡仔来死。但是咧，到伫即个出来记时阵，迄个因上帝听到以色列人伫埃及受到足侪压迫，因讲因要离开埃及，上帝有听你话无？有吼，有听你话。但是了，尾后看到人讲有要离开。对啊，来个无听话，所以因就袂当入去迄个上水的所在。无，我意思是讲。伊要离开埃及的时阵，到尾发到王有要离开无？哪想无会反吼？无要互伊离开，嘿啊，就是爱几啊摆了，较勉强互因走。为啥勉强走？是因为吼有一个搬过节，所以以色列人因即摆纪念搬过节是即个理由吼。因将上帝讲恁着伫每一家爱杀只羊即羊的花抹伫门的顶悬甲边啊。即个越南名的天使看到你的门顶悬有羊的花，因就会搬过，无恁即家伙的大囝拢杀死，所以大囝拢流。所以埃及的人，因的人伫无伫门的顶悬用羊的花顶悬，即个人拢受遭的。拢杀死啊！所以咱看到一只羊来帮阿伯拉罕的囝以撒来受死。来，咱来看到埃及人苦待即个以色列人，上帝要将因这人来带离开。所以有只羊会伫这抹伫因这所徛兴厝的即个门徛到门外顶悬吼，伊就无死啊。所以即只羊嘛来代替因来死哦，敢是？是。因为你看埃及人的所有因的大囝拢死，但头上的动物嘛拢死哦。对，所以只羊是来帮因死的，对吧？是。好来，咱来看吼，羊羔的比喻甲形象吼，放伫耶稣身躯顶是上适合的表达。使徒约翰伫新约的启示录特别强佫有来指出。羊羔，这人咧代表耶稣吼，是战胜死亡甲坐伫宝座顶的。为什么这羊羔是耶稣？因为耶稣有替咱死啊。
伊嘛是老火，啊，所以咱就免死。对吼。所以咱咧讲到圣诞节，圣诞节是一个足欢喜的日，对无吼？是。但是耶稣的出世是要为着要死，来出世。是。啥物为着要为着死来出世吼？因为咱有知影吼，伫圣经著咱讲罪的代价啥物件？是罪，就是爱死啊，犯罪。爱死嘛吼。对。人有罪就爱死，但是咱会死吼，敢有法度解决代志？若想无法度解决吼。所以上帝的计划内面就是为以撒要献互上帝，上帝有只羊仔来帮伊死，做伊献祭的物，吼。伫出埃及的时阵，上帝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来杀死所有的有用迄个埃及人的大囝，有只羊仔来帮伊死。为创世到出埃及来到耶稣时代阵，人讲上帝羊羔就是这代表，这个羊羔就是耶稣，因为上帝计划就为伫独早伫创世其实已经有一个计划，人的罪爱死，但是伊将伊的独生囝耶稣赏赐互咱，正做咱的挽回祭，伊死伫十架顶，但是伊尾有得搁活无？有哦，搁活吼，所以搁活者，对。所以耶稣伊虽然即只羊羔，但是伊已经较赢即个死亡，战胜死亡，对吧？所以伊到尾伊搁活了，伊敢有上天？有啊。伊上天吼，所以讲吼，伊上天了是坐伫上帝宝座的大边。是。所以吼，所以耶稣伊要受定立十架的时阵，伊敢有反抗？敢有啥物反悔啊？反抗。反抗。我歹死，我要紧来走。无啊，伊嘿啊，伊是做艰苦，但是伊嘛是顺服上帝，顺坦上帝。伊顺坦着像羊羔顺坦伊迄个伊身躯做两个人的手共款吼，所以讲着讲，即个羊羔要有人掠去杀伊嘛是无出声，所以讲着耶稣伊要上十架，伊知影伊爱死，但是伊嘛是去忍受这艰苦，来顺坦伊的爸上帝的旨意啊。是。好，来咱来看启示录吼，启示录5章咱为旧约讲甲迄个吼，讲甲新约，讲甲新约，创世记讲到启示录吼，讲启示录吼，佮听见伫天、伫地、甲地下面、甲海面一切受造的物，甲其中凡所有的，拢讲俄勒尊贵、荣光、权势，拢归互祭祀作为下甲羊羔到代代无尽吼。伊讲着即只羊羔死了去坐伫即个上帝宝座顶，即只羊羔是耶稣吼。咱爱将这俄勒尊荣、荣光甲权势拢归互坐伫宝座顶迄个什么人？羊羔就是伊耶稣。所以啥物叫做圣诞节羊羔？圣诞节羊羔就是用迄个感恩节的火鸡啦，吼。同款拢是牺牲的。牺牲吼，伊牺牲只火鸡来，遮的为欧洲到美洲遮的人会当伊无去夭寿。迄个圣诞节遐羊羔，因为耶稣出世是要为着要来死。即个死咱会想到一个代志，就是一只羊仔为亚伯拉罕的后生以撒来死。一只羊仔为着以色列人会出埃及来死。到尾都有一个耶稣基督为着咱的罪定十架来死。咱为着要救咱，要救赎咱的罪。若是伊一定搁活，成做一个荣光的上帝，成做一个荣光的耶稣。所以，即个耶稣就是圣诞节的羊羔。圣诞节羊羔，安尼大家知影啊？圣诞节以后，袂当想到迄个麋鹿，还是嘛想麋鹿啦吼，爱想到说到讲嘿，
杨哥，耶稣伊的耶稣，这样啊，对，那么希望大家人啦，毋捌即个样的人，会当去找附近的教会吼，来认捌阮的耶稣，因为是真正做听每一个人嘛愿意为咱来做吼，为咱死吼，所以咱就毋免个为着罪来死。好，安尼今仔足欢喜，多谢老师甲咱讲即个杨哥诶故事吼，圣诞节有另外一个意义吼。安尼每礼拜一的样吼，欢迎大家个甲咱伫空中个来开讲。台湾8:10，泰国7:10，即个节目是台南新教会甲泰国启尔莫基金会。多谢吼，今仔其实足侪朋友伫边仔听吼，真辛苦，一边食饭，因为我知影年底大家拢做无闲吼，过来甲咱捧场吼。好，安尼大家平安，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多谢老师。